坡开发，就伫秋天到咧。东岛的冻候鸟，未开始早年记得的迁徙路线，下南来到台湾。不过下巴未要出现长洲的米调。从了早，伫2024年尾，长洲来到台湾金山的拍台福出现。还有半年前，恐龙出现伫金山的日本太平鸟没系。亚种鸟被禁买按照珠帘雀。这两个天使伫西伯利亚窜台，蓝天使就同日本、韩国、老中国发别去沟通。照理唔会来到台湾，不过最近俩几年当然就出现。还俩三只长洲的米鸟，系2016年出现伫中法的采款。其实俩种鸟全世界有一分布，就按你东北亚两片蛤蟆。过去台湾未当时发现，结果礼拜日来就来3只。过来，这3只米鸟就非常有名咧。北京尾按照丹顶鹤，海尾做咧含机风头太好。其实俩青风头太好，总共有4只，系伫2007年来到台湾的。最先去的地方系金山，俩种太好当太只，现场做咧到1米半，下开日做咧到2米半。外形最鲜明的就跳那档有一点风风的跳那皮。这两个天使伫中国东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窜台，蓝天使就到中国冲港的水尾、朝鲜半岛到日本沟通。照该量是钓鱼专家的看法，也4只系强只加错。地图有2只台钓，2只半台蛇，总共伫台湾迄3只野漳州。这2只长洲的米鸟，系2022年伫宜兰出现的。因为这条规矩强顶，老头拿全部跑跑，声音跳到最呜呜，所以北京尾就按照白头鹤，黑尾做咧含机拍头太好。老前2只的拍太好，老风头太好比起来，这条身材就适当多咧，最长4到1米。这条窜台老果冻的气味，其实未老风头太好差不多。伫中国东北到西伯利亚窜台，伫中国冲港的水尾、朝鲜半岛到日本南部沟东。看起来老台湾上涨也蛮然，怎样要长洲飞到台湾呢？系因为唔拄好飞唔出方向。还是拄到快天时，无是风采，无是半台蛇雕，提一摆迁移无经验的关系，也是因为环境变强强，无法度高险嘞，所以才会驶位来到台湾，食材就无因地。不过因为人类开发的关系，世界环境紧直在变，也是天错的，和生态是相的东西，所以掠到鸟为到求生存，和摆会慢慢变化，没有东西长不低。